好啊！中原地產海資料分享嘅 Chloe 張小姐，今日為大家介紹灣景廣場嘅3房1套單位，而家即刻為大家介紹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單位裏面啦，依家就喺灣景廣場嘅3房1套單位啦，係超闊落嘅 L 字型大廳啦，冇走廊位。非常之實用，呢度係玄關位嘅位置。咁一入門咧就見到係一個闊落嘅飯廳啦。呢邊做飯廳又得，呢邊做飯廳又可以。咁呢邊望翻出去嘅景觀咧，喺客廳望翻出去係正西南啦，望到南邊嘅橋景啦。可以望到公園，又望到海景，景觀開揚，都係好優越嘅位置啦。廚房方面亦都係非常之闊落，乾淨企理。浴室係明智嘅設計，配置浴缸，亦都係好闊落嘅。睡房方面，方正實用，同廳望翻出去景緻係一樣，都係開揚嘅景色。單位清雅簡約，方正實用。第二間睡房啦，都一樣，方正實用，望到海景。嚟到主人房啦，主人房有一啲入牆嘅櫃啦，同埋書台，兩邊窗咧可以望到更加遼闊嘅景緻，而且都係非常開揚，又望到園景啦、海景，夜晚嘅景色亦都係非常之特別㗎。咁主人房嘅浴室咧都係名次嚟㗎，配置企缸。如果對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同我 call 預約及查詢詳情㗎。